大家好，今日我會介紹下姜濤嘅歌曲。大家睇咗前嗰幾集都知道，我其實未介紹自己個名嘅。咁因為我都未諗到呢個 channel 我會用一啲咩名去介紹俾大家識。之後我諗咗幾諗，因為有一個名咧，其實我係好少用，而係比較 close 嘅朋友咧先會知道我有用呢一個名嘅。咁大家都可以叫我做玉琪。其實呢個名係我喺 postcard 上邊嘅下款會寫呢個名，但係就唔係我本名嚟嘅。點解我會用呢個名咧？我喺度諗咗一段時間，就係我每次逢係文字記錄一啲嘢嘅時候咧，都會用呢一個名。咁不如呢個 channel 我都大部分會用我嘅聲音去做一個記錄啦。咁不如都係用呢個名咁。頭先都有講到今日嘅片係會講下姜濤嘅歌。其實呢一個 channel 我都會想有唔同嘅走向、唔同嘅系列，就好似今日會講下姜濤嘅歌，或者遲啲有機會我都會 cover 下姜濤嘅歌。之後亦都會有一啲 event 嘅片、應援嘅開箱，或者有啲係純分享一啲日常嘅事，即係我對姜濤嘅一啲感受啊，都會嘅。咁大家都可以喺 channel 度，我會開放唔同嘅 playlist。咁有興趣咧，就會跟翻自己嘅喜好，就睇翻嗰啲你中意嘅 playlist 啦。因為我都知道每個人可能有唔同嘅喜好，有啲中意純聽 sharing 嘅，有啲未必咁 serious，想可能聽一啲歌曲嘅介紹，或者大家都有唔同嘅感受，大家聽開嘅歌嘅喜好都唔同，所以大家中意嘅片種都唔同啦，所以大家都可以按照自己喜好去撳翻個 playlist 嚟睇㗎。開始呢個系列之前，我都要戴翻一個頭盔先。我唔係一個專業嘅評論人，我嘅音樂知識咧未算係好豐富。雖然我係有彈一啲樂器，以前都有考級嘅，但係因為我覺得流行曲同埋以前考級嘅古典樂，始終個派別係有少少唔同，即係就算學嘅方法啊，或者係一啲類型都唔太一樣，所以我盡量以我喺網上邊見到嘅知識，或者我都做咗唔少嘅功課，關於即係講解嗰首歌都做咗唔少功課啦，同埋自己嘅感受去解拆一首歌。而我都唔想用一個太 professional 嘅角度去睇，因為都怕大家會聽到悶。咁我有少少一啲即係首歌所用到嘅一啲手法，再加自己嘅感受去講呢首歌對我嘅感覺。事不宜遲，咁我就講下今日我想講嘅歌。我今日想講嘅歌就係作品的説話。相信大家都知道最近發生咗啲咩嘅事情啦，世界不時都會有一啲打仗嘅情況發生，希望大家無論身處喺邊度都要一切安好。亦都因為最近唔少人都因為呢件事而 forward 翻作品的説話呢個 MV 出嚟，咁我都想做一個 sharing， 講下我嘅感受。其實呢首歌唔係我最中意嘅歌嘅類型，但係呢首歌意義好大，係講反戰嘅。但係呢首歌嘅 MV 其實係我最中意嘅一個 MV。首先係因為意義係好重，而且睇得出好花心機。最重要嘅就係姜濤係做今次 MV 嘅導演，所以我就好想去詳細咁介紹下，或者係叫做分享下我對呢首歌嘅感受。首先我會由歌詞部分開始講起。其實呢首歌叫作品的説話，喺呢首歌未發佈之前，佢都會有一個預告，一張相講呢首歌叫乜嘢名。一開始見到作品的説話呢首歌，咪就係姜濤嘅一首即係成日講嘅一句話，即係用作品説話咁樣。但係你就想像唔到，咦，點解會係用呢個名呢？之後你深入睇下成個歌詞，就會明白點解會叫做作品的説話。不過喺再深入講下歌詞嘅時候，我可能由一開始講起。呢首歌一開始嘅歌詞係用一個混亂嘅情況去做切入，之後咧
成首歌去到最尾就係會比較平靜嘅。而點解呢首歌會用到呢個名呢？就係因為佢真係用咗唔同嘅反戰作品去表達出呢首歌想帶出嘅世界和平嘅意思。而當中用到嘅作品包括有廣島原爆照片、John Lennon 嘅反戰歌曲、安妮日記、柏林圍牆同埋一啲反核戰標誌。其實我覺得用到呢個方式嘅切入點都幾有趣，因為之前我聽開嘅歌都可能比較生活化少少啦，比較少會 reference 一啲歷史去放入一首歌入邊，而呢一個 reference 一啲歷史嘅方式，其實都令到我更加認識更多嘅歷史，亦都係一個我覺得幾新穎嘅一個方法。其實呢首歌主要嘅方法都係用提醒嘅方向去喚醒我哋要選擇善良嘅一面，就好似佢會講到用手中一張相換你手中一張刀，用手中一首歌換你手中一把槍，同埋手中一本書換你手中一子彈，用手中一幅畫換你手中一勳章。其實刀啊、槍啊、子彈、勳章呢啲都係有啲戰爭意味嘅物件，而佢希望係用呢啲作品或者提醒過我哋都曾經有呢啲咁嘅作品，其實都係想換嚟大家嘅世界和平，大家希望可以用呢啲作品提醒大家要選擇善良嘅一面。其實經歷咗一啲苦難，就好似戰爭嘅呢啲苦難，而選擇善良其實係一件唔容易嘅事。或者好似我哋去退後少少，我哋攞返自己一啲生活上經常會遇到嘅事情嚟做一個例子。雖然我哋比較幸運啦，可以叫做喺香港比較少會遇到真係戰爭嘅事情，但係我都知道大家可能喺生活中會遇過一啲唔開心嘅事情，一啲困難嘅事情，好似工作中啊、家庭啊，或者甚至有啲人可能真係經歷過一啲病痛苦痛嘅，都唔一定嘅。咁喺呢啲嘅事情當中，其實都算係我哋嘅一啲苦難啦。仍然去選擇去善良去生活，其實係唔容易嘅事，因為人始終係會有一個保護嘅機制，經歷過一啲苦難嘅時候，都會想保護返自己，唔希望自己再重蹈覆轍，再去踏入呢一啲苦難，所以都可能有時會即係好似我所講，可以叫做自私啲，但係其實我覺得係都非常正常嘅一件事，即係可能會選擇保護自己，而喺保護自己即係比較自我利益嘅時候，就好容易會做出傷害別人嘅事情，或者其實傷害別人呢個事情，大家唔使睇得咁重，只係當有啲嘢其實有得有失，當你做到自己即係有利益自己嘅事情嘅時候，可能其他人就會失去咗一個機會咁樣。咁但係點樣去平衡到而去選擇到善良，令到大家都可能係安定啊，或者係大家都係比較舒服去生活咧，其實唔係一件容易嘅事嚟㗎。所以希望大家做咩事都好，喺事情發生之前都好似姜濤之前有提過咁樣，要將心比心，要嘗試以別人嘅角度去出發，唔係要你每件事都要遷就晒別人，或者係純以別人嘅角度出發，而係我哋做每一件事之前要停一停，諗一諗，可能呢件事對別人嘅傷害係會有幾大，而去平衡返究竟你需唔需要去做嗰件事。而呢首歌第二個點都有提出到，就係其實大家都係冇一個敵對嘅關係，好似講到雙兵一眾差不多年齡，本應相對如男孩友情。另外亦都提到一體的愛，一體的心境，即係大家都希望係維持一個友善嘅關係，大家唔會有一個敵對嘅空間。
或者我都有想同大家 share 一件事，就係關於我平時出去一啲 event 啊，或者係一啲唔同姜濤嘅活動，其實我都發現大家姜糖之間咧，其實係好有愛。因為我平時都係自己一個人出席活動比較多，亦都會有時都會同朋友出席活動，但係因為我唔係好怕一啲孤獨嘅嘅人啊，我係唔介意自己一個人出席活動，因為我覺得會比較容易決定到自己想做啲咩，唔想做啲咩，即係唔需要過分去諗其他人咁樣，即係可以自己去想去邊就去邊嘅感覺啦，所以就比較多自己一個人出席活動嘅。但係好多姜糖見到我一個人出席活動都好 take care 我。我可以講幾個事例俾大家聽啦，就好似上年嘅見面祭，即係喺九展嗰次嘅見面祭，大家咧都係好有愛，即係大家上台之前，大家都會 share 一下大家嘅經驗啊，大家亦都會準備好相機幫大家互相去做一個影片去做記錄咁樣。亦都有之前去比較遠嘅地方，好似喺澳門嗰度去睇 show， 咁可能有啲姜糖就覺得我好似唔知係咪細個少少啦，我唔知佢哋眼中，因為即係可能覺得我細個少少，就怕我自己一個人夜晚翻去係比較危險，跟住佢就會話但係我哋一齊翻去啊咁樣，跟住喺途中咧佢哋都好 take care 我，即係陪我一齊去到關口嗰度咁樣，我哋先分散咁樣咯。亦都有一次咧係姜濤生日海洋公園嗰次。嗰時我係放完工伴奏嘅工，跟住我先去出席嗰個生日會，所以我係比較遲先出席個生日會，跟住係好即係行入去會場，跟住因為我比較坐喺中間嘅位置，所以中間條路係比較窄嘅，都比較難入去，因為中途係全部成行姜糖都扶住我入去咯，所以係真係好有愛嘅環境，亦都好希望之後姜糖們都係出席活動時候都可以維持住呢一個 vibe 咯，因為呢個 vibe 真係好吸引到其他人去愛戴姜濤啦，亦都即係大家都會喺呢個 vibe 去出席活動下都會比較開心愉快。好，講返歌詞嘅部分。呢首歌最後都有講到，為咗下一代，大家要停止戰爭，就好似最後尾嗰兩段，燒毀的小教堂響起鐘聲。其實呢一段係講緊一啲戰爭嘅現實狀況啦。咁對比起最後尾嗰段，翻新的小教堂響起歌聲，歌聲擁抱家鄉的孤鷹，其實係講緊下一代嘅一啲狀況，而大家都希望聽到下一代一啲天真嘅笑聲、天真嘅哭聲，都唔希望佢哋係會喺一個戰亂嘅地方去成長。希望大家即係都會快快樂樂咁樣成長，而去到最後就係比較平靜嘅感覺，就係一體的愛、一體的心境，都希望大家和平，大家係唔係敵對嘅關係，大家都係想大家係一個開心嘅 vibe， 大家都係一致嘅理念咁樣㗎。其實呢首歌唔係一種好強硬嘅感覺，話你唔可以做咩，你唔可以做咩。佢係比較似係用提醒嘅方法，即係之前人都有呢啲作品去提醒你做點樣去做，即係希望你哋可以做到選擇善良，而又提醒你哋希望成個世界都可以和平咁樣嘅感覺啊。其實日常當中，如果啲人用比較強硬嘅語氣，都會自己可能都會有一種好反叛嘅感覺，即係你叫我做，我偏唔做嗰種感覺。即係如果你用一個好提醒嘅方法去提醒人哋做啊，咁可能大家都會比較聽得入耳，去即係好似係喎，即係你咁嘅感覺好似即係或者咁嘅講法，好似都有道理喎嗰種嘅感覺啦，所以都係俾人一種比較舒服嘅方向。
而我都睇咗一啲報道，其實小黑老師咧都嘗試用一啲手法，令到帶出由亂去到平靜嘅感覺。就好似佢一開始嘅歌詞係冇押韻，去到 chorus 即係副歌嘅部分先做押韻。一開始佢就講到那張照片、那一闕歌、那一本書，其實都唔係押韻，亦都有一種描述緊戰爭嗰種混亂嘅情況。但係去到 chorus 嘅部分，即係鐘聲、傷兵、年齡、友情、心聲，都係形字嗰個發音，即係都係押韻，就係希望大家都會用平靜嘅心境去面對呢一個世界嘅感覺。押韻通常都係好多歌曲會用嘅一個手法，因為都係有一種整齊順暢嘅感覺㗎，所以都會見到佢喺副歌嘅部分會用到呢個方法，令到大家會做到一個對比出嚟。一開始係由唔押韻去到之後押韻，有種整齊舒服順暢嘅感覺咁樣。另外呢首歌亦都會用到一啲頂真嘅方法，好似燒毀的小教堂響起鐘聲，鐘聲撫慰雙方的傷兵，傷兵一眾差不多年齡，就係佢鐘聲嚟做結尾，又會另外嗰句就係鐘聲去頭，傷兵做結尾，傷兵又會喺另外一句嘅一開始。其實呢個方法都係用喺副歌嗰度，都係比較順暢嘅感覺。之後我會講下呢首歌嘅作曲、編曲同埋一啲唱歌嘅方法咁樣嘅。其實呢首曲風咧都喺香港主流樂壇係比較少見，大家平時可能比較多聽開一啲失戀嘅歌，即係可能愛情嘅歌曲。而呢首歌嘅曲風咧，我覺得係有少少似聖詩嘅感覺嘅，俾我即係可能去到後期係佢雖然係編曲好豐富，但係都會有一種比較平靜嘅感覺。呢首歌其實就係由 Gareth T 去做作曲同編曲。Gareth T 初期作一啲廣東歌嘅歌曲，其實都唔算係喺香港主流樂壇係比較多見嘅一啲曲風。近期少少啦，都係會作一啲好似愛情嘅歌曲，可能就會比較似喺香港主流樂壇會比較常見少少。而呢一個曲風其實對我嚟講咧都係比較新穎，因為我都係聽香港主流樂壇嘅歌曲會比較多啲。其實係有 Mirror 嘅出現之後咧，我係覺得成個即係嗰個歌曲嘅方向咧係會比較多元化少少，即係我唔係想講話有 Mirror 出嚟，哇就好似改變晒咁樣，而係即係可能都會有更多嘅作曲人啊，或者係即係會有更加大膽嘅嘗試，咁令到我哋有唔同嘅曲風都可以聽到。而講返呢首歌一開始其實係比較靜少少，即係佢都係主要以吉他去彈一啲曲開始啦。咁佢亦都好似平時啲歌嘅鋪陳咁，一開始係比較少嘅樂器開始，而去到最尾咧編曲方面係越嚟越豐富㗎，即係會聽到會有多啲唔同嘅樂器，亦都有唔同嘅氛圍嘅出嚟。去到中間副歌嘅部分啦，我唔知道應該點形容嗰種音樂，但係咧會聽到一啲薄嘅聲音，就好似係營造咗一個當時打仗嘅一啲氣氛嘅感覺，係令到成件事比較有真實感。而呢首歌嘅歌詞都係比較密，其實我都想講下，其實好多姜濤嘅歌嘅歌詞都幾密下，即係唔係好唞到氣嗰種感覺嘅密度啲歌詞，所以對我嚟講係都有一定嘅難度。好似之前即係我都有講話，我都可能將來會做一啲 cover 歌曲嘅一啲系列咁樣啦，但我都有研究過佢嘅一啲歌，其實佢咧比較 dark
系列嘅歌係有啲難 cover。首先歌詞係比較密啦，同埋你要做到嗰個氣氛圍同埋嗰個拍子感係比較難拿捏㗎，所以可能將來我得嘅歌曲我就比較難挑戰啲，可能我會比較挑戰一啲輕鬆少少嘅歌曲，會比較容易啲拿捏。好，我哋翻去歌曲嘅部分啦。其實呢個歌曲嘅中後段咧，有一段係好似姜濤自己一個人嘅獨白嘅感覺啊。其實呢首歌都偏向以獨白嘅形式去做一個表達，其實就好似有一種我同你喺度説話嘅感覺。而中後段有一段咧係冇背景音樂，得佢一個人嘅人聲啦，就係有一種好 raw 嘅感覺，但係亦都有少少無助嘅感覺。去到之後唱到後期嗰度咧，就係大家開始會編曲方面係有比較豐富，而後邊係有大家嘅和音，就好似有一班人一齊唱緊聖詩嘅感覺，就帶出咗一體的愛、一體的心境，即係大家都係一體，係比較有力量嘅，亦都係有人 support 住姜濤嗰種感覺咯。其實我覺得咧，姜濤咧把聲咧係比較溫柔少少，佢係幾適合唱呢啲主題嘅歌曲，因為我覺得呢個主題歌曲最重要係帶俾一個平靜嘅感覺，亦都有提醒嘅感覺，係需要一個比較溫柔嘅聲線。最後就講到 MV 嘅部分，今次嘅 MV 就係由阿姜去做翻個導演啦，而佢又就唔係第一次去做 MV 嘅導演，之前孤獨病都有做過一次導演嘅。咁我哋就進入 MV 嘅部分啦，而家。咁 MV 一開始其實都係一啲打仗嘅情景，就冇音樂嘅聲音，都係一啲混亂啊，打仗嘅時候炮火嘅一啲聲音啊，同埋情景。而大家都可以睇到啊，其實咧一開始姜濤咧隻眼啊，其實我覺得姜濤隻眼係好識得做戲，但係可能就需要更多嘅經歷啊，或者即係經驗演戲嘅經驗去做，咁就可能會更加成熟。但係我都幾期待佢將來可能做唔同嘅戲，或者係試唔同嘅嘗試咁樣嘅。好，繼續講翻 MV 嘅部分啦。咁佢一開始打完仗之後，就開始入去歌曲嘅部分。歌曲一開始咧就係影住一班士兵同居民嘅一啲苦況，之後咧去到 chorus 即係副歌嘅位置，就係有一班小朋友一齊玩，而嗰啲小朋友係唔同嘅種族㗎。remind 翻我一件歷史嘅事件，唔知大家有冇聽過聖誕節休戰？聖誕節休戰就係第一次世界大戰德國同英國打仗嘅期間，佢哋其實喺聖誕節嘅時候冇一個宣佈話我哋正式休戰，但係兩邊嘅士兵雖然係一個敵對嘅關係，但係佢哋都互相唱聖誕歌啊，或者送禮物俾大家去做一個慶祝嘅活動。其實呢個情景都係表達咗大家其實係冇一個敵對嘅關係，即係即使喺一個打仗嘅期間，大家都可以一齊好開心嘅慶祝。其實亦都係表達咗啲士兵其實都係唔係好想打仗，都係想大家快快樂樂咁樣去生活。咁雖然途中啦呢件事件都有某一啲敵軍都會趁機會去攻打對面嘅士兵，但係都見到其實大部分嘅士兵都係想大家開開心心咁樣一齊去生活。跟住就嚟到舞蹈嘅部分，其實呢個 MV 除咗想表達佢本身嘅意思之外，亦都係好重視視覺上邊嘅一種享受啦。就係呢個舞蹈嘅部分，其實呢個舞蹈嘅部分咧，都係我最中意嘅一 part。呢個係用舞蹈嚟做過場啦，你見到咧舞蹈同舞蹈之間咧，都係有一個人咧去做一個牽連，去轉化去另一個場地。而且呢個舞蹈咧就係會配合咗歌詞入邊一啲內容去做一個動作，同埋我見到舞蹈員嘅表情咧都有一種無助嘅感覺，就係好似喺戰爭入邊一啲市民，佢哋都係有一種無助嘅感覺。
唔知大家有冇留意平時姜濤嘅一啲表演或者演唱會？其實我覺得姜濤嘅表演方式咧，佢唔係嗰種好並靈扮爛、好有力度嗰種歌舞嘅表演，而係佢係採用比較有戲劇性嘅表演。佢哋嗰個唔係單一睇某一個人，即係你可能淨係睇姜濤嘅本人，或者睇一啲舞蹈員嘅其中一個人，其實未必可以完全咁樣理解到佢成個舞蹈。我覺得佢嘅舞蹈編排多數都係真係姜濤再加舞蹈員全體去做一個比較有戲劇性嘅效果出嚟，即係可能有啲動作或者係成個場景嘅配合，即係好似你可以當係圖咁樣啦。圖佢就係每個舞蹈員都係做到水唔同嘅形態出嚟，去做一個表演嘅方式。其實我都幾渴望啦，見到姜濤咧遲啲係用成個舞蹈嘅效果去串連成個演唱會去做，好似演一套戲咁。唔知大家有冇睇過 Lady Gaga 嘅一啲表演？其實 Lady Gaga 都係一個好有戲劇效果嘅一個演唱會演出嚟㗎。佢係好多舞蹈啊，或者係有一啲唱歌嘅技巧，其實都好有戲劇性。但係當然啦，佢哋可能都係比較國際級嘅一啲表演，佢哋嘅製作都係比較資源比較豐富，同埋經驗比較成熟。咁都好希望姜濤可能遲啲啦，當佢累積更多嘅經驗，都可以嘗試係用成個舞蹈去串連演唱會，同埋一個好似一套戲咁嘅感覺。講返 MV 嘅部分啦，佢之後就會有一個好似營火會嘅感覺。營火會其實咧就係通常都係聚集一班人一齊好開心咁樣去慶祝。雖然一開始佢就係得姜濤同埋舞蹈員嘅喺營火會面前咁樣啦，之後咧就越嚟越多人係聚集喺個營火會嗰度，就好似係帶出一體嘅感覺。另外仲有一幕就係姜濤抱住個 BB， 就係有一種傳承下一代嘅感覺。大家知唔知道其實呢個 MV 仲有另外一個執行導演叫 Maggie， 佢就係幫助姜濤去實行呢一個導演嘅理念咁樣啦。佢其實都有講到啊，其實有好多幕佢哋都覺得可能以佢嘅經驗啦，就覺得冇辦法實行啊咁樣，咁都有做一啲建議俾姜濤，而好多 idea 其實都係由姜濤出嚟嘅，就好似呢一個攞住 BB 嘅呢一幕啊，跟住點知佢哋拍完之後先最後發現，原來係 work 㗎喎，而且有時啲message 帶出嚟仲係好好啦。咁都多謝姜濤，其實好多時候佢哋都面對其他人去質疑佢哋嘅諗法啊。咁其實我覺得冇話即係一個藝術嘅作品點樣執行都冇話啱邊個，冇話啱邊個錯嘅，因為一個藝術品都冇話有分對錯，但係就好開心姜濤係堅持自己嘅理念，都好似佢咁講啦。凡事都要嘗試咗先，跟住嘗試之後再睇下個成品究竟係 work 唔 work。如果真係唔覺得唔 OK 嘅，咁佢咪下次再改進咯。即係呢一樣嘢令到我哋可以叫做大開眼界啦。可以經歷啊，或者可以睇嘅嘢更多。另外 side track 講一講一樣嘢，其實都係有少少關於呢首歌。大家有冇睇過2022年紅磡體育館嗰場 Mirror 嘅演唱會？因為其實我就嗰時有睇過一場啦，咁當中都有做作品的説話呢一首歌去做一個表演嘅。當時作品的説話利用咗好多唔同嘅燈去做一個效果。可能我而家講一樣嘢，可能有啲人都未必會認同，但係我都想嘗試即係表達咗我嘅意見。我覺得大家如果唔係跟即係唔跟嘅話都冇所謂，即係純粹我想表達下，因為我都知每次演唱會大家都會有一啲
質疑就係話究竟我應唔應該帶燈牌去演唱會咧？當然我覺得係可以帶燈牌嘅，咁因為我哋都會影大合照啊嗰啲咁樣。咁當然，但係記住一個 show。你開唔開燈牌雖然係自己嘅選擇，但係我哋都要睇清楚嗰個環境先開燈牌，因為有一啲嘅表演係真係唔需要去開燈牌，或者係開燈牌可能會影響到成個表演嘅效果。我明白，即係可能大家都好想支持姜濤，希望用燈牌去支持，但係都希望好似solo 演唱會，我哋都知道在場嘅大部分應該都係姜糖，亦都會有街客，姜濤都會感受到我哋嘅支持。但係我都想講嘅係，有時都會有一啲表演啦，係有一啲燈光嘅效果，而燈牌呢樣嘢係可能會有時影響到燈光嘅效果，所以記住，即係有時可能有啲表演，大家都要睇清楚情況，可能係適當嘅時候，就係可能都要熄燈牌會比較理想啦。今日就講咗我對作品的説話嘅一啲感受，同埋拆解下呢首歌喺作詞啊、編曲啊、作曲同埋唱法，仲有 MV 方面嘅一啲我嘅可能理解啊咁樣啦。咁我其實咧都幾渴望姜濤會再次做 MV 嘅導演，因為呢個 MV 其實對我嚟講，我覺得係真係好精彩，而好表達到佢想表達嘅內容。而我亦都有聽過一啲監製講過，姜濤做歌嘅成個過程就係佢先諗咗成個理念，再揾一啲適合嘅詞同埋曲去配合呢首歌啦，亦都會同一啲 MV 導演咧去抒發佢一啲對呢首歌嘅一啲諗法，或者佢想要嘅一啲場景，所以我覺得姜濤係幾適合做導演呢個位置去統籌成件事。我都好希望未來都會再見到佢喺導演方面嘅一啲作品。好，今集內容就係咁多。如果你哋真係鍾意呢條片嘅話，希望你哋都可以 like、share 同埋 subscribe 我呢條片。如果你哋有啲咩想聽嘅內容，都可以 comment 話俾我知㗎。最後都多謝大家今日收聽我嘅頻道。